乡亲继续来看，台中有某一个宗教的女教友30岁，方发现讲死伫细厝的所在，伊的骹手四肢拢乌青经花，甲伊做伙大的两个室友是互受压。讲因即个宗教团体圣灵的教主，4年前嘛要涉嫌拍死一个26岁的教友，互检察官甲起诉。目前一审还阁咧审理。为什么一审已经拖4年也未判刑咧？被害人的家属讲，因为这个圣灵的教主所找的证人，常常以确诊为理由取消开庭，这真有可能是拖延的建设。一个过去曾经是教导的林先生，伊就讲，这都要赶紧来判刑，才袂阁一直来出人命。我万破决啦，赶紧来去啊！捌是教导的林先生真生气，牵涉到拍死人的宗教团体，相关的涉案人拢应该爱赶紧来判刑，因为4年前就已经出过1班的人命。当初时，圣灵的教主以驱魔来做理由，牵涉拍死26岁女教友，去互检方起诉。因过过了4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连一审的判决拢也未出来。如今佮发生女教友伫租厝的所在来过身，目前敢若2个共款嘛是教友，佮含伊大做伙女室友去互受压。伊主我嘛伫遐伫发挥啊！有啊，要甲拍我，你甲拍我买咧。你甲拍我反手你就啊拍死我来讲。迄即摆我走去阮某嘛，我走去大陆去的。林先生想起4年前的命案，惊甲已经退出教会，因过因某也是选择留落来，佮疑似含教友到中国来修道。即摆佮传出着女教友离奇过身，有被害者的家属就怀疑4年前就涉案的圣灵的教主，当时去封羁押1档了后，就以100万来交保。因过这个案件一直拢无审判，教主有缘逍遥法外。嘛是会烦恼就对啦。洪声讲审判一直无进行，是因为圣灵的教主找来的证人。在咧疫情的期间，常常以确诊来做理由取消开庭，互怀疑讲是咧拖时间。记者实际来到圣灵的教主因兜，也毋过人是无找到。厝边隔壁拢讲6月初5女教徒过身了后，有看到警方出入。是他，我们见到他还是很亲切的，遇到这样子，哎，马上问候啊。无咧小这门口，我很少，他就自己一个人住这里啊，他先生也没有。圣灵的教主所主持的宗教团体，伫4年前捌牵涉到宗教的暴力，用驱魔来做理由拍伤教友，造成一死一个青梅13条伤。如今佮传出到教友离奇来过身，检调单位咧等待鉴定的报告出炉，只是对被害者的家属来讲，无看到判决的一天，心拢未安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